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新竹市轮胎行的放火案。一家口仔三代11个人，因为细汉后生的一把火，11个剩3个。除了放火这个第2个后生，只有头家一个走有出来。大汉后生因为较近伫外口隔离，逃过死劫。早起一透早，这个爸爸甲大后生做伙到灵堂是艰苦悲伤。毕竟下毒手的是家己的后生，外号阁叫做小宝贝。但是这个嫌犯无要认罪，伊讲伊只是想要甲因吓惊一个，是因为昏早无小心滴落，才来造成着悲剧。有法界的人士认为，这个小事的拢是至亲，阁烧死着8个人，这一定是死刑。但是有律师讲，爱看犯案的当下是毋是刁故意杀人，讲伊这种昏早滴落的这种的口径是属于非直接故意，真有可能会逃过死刑。练聊一下嘛，就是昨天这样。手无想要加讲，伊是即摆因为较真隔离逃过一劫的死者家属，也就是嫌犯的大兄，归属情况后生和爸爸来到灵堂处理后事。经过一暝，2人同款真伤心。规口18个人因为火灾过身，失去母囝。真日讲太太小妹刚想要问。烧死亲人，不过细但的嫌犯讲是想要甲处理的人吓惊，昏头无势力落去，才互大火倒起来。这个讲法真有可能互伊逃过死刑。是否就是故意要造成屋内的人死亡？若是他面对的就是杀人罪，最高就是死刑的宣判。即摆刚剩爸仔3个人活落来，发生这个事件，互大家拢看甲真艰苦。大张相片拢笑嗨嗨，不幸过身的小妹才28岁，伫咧 Instagram 常在抛出含厝2个人的相片，甚至去开设家庭社团，会当看到已经疼惜孙仔，特别家带男朋友买斗相共带囡仔，已经改户外运动，阁是社钱歌手临时改好姊妹啊，临时改伫暗册铺文思念，写等袂着你甜蜜的笑容，希望你伫咧天顶做一个快乐的天使，送互我上好的姊妹啊。当青春年华煞因为大火过身，嫌犯就和家己的囡仔等参加完毕业典礼，嘛扣火消息，4个囡仔即马拢未负大汉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